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彪哥。你哋有冇試過呢？項目係你做嘅，客戶係你傾嘅，連飯局都係你埋單嘅，但到最後搶風頭嗰個唔係你喎。形容呢種人呢，粵語有個歇後語，就係旁邊鶴睇準嚟食。呢句係源於舊時嘅漁村，就係講啲鶴啊，佢唔落水捉魚，而係等啲漁民呢打啲魚上嚟啦，佢哋先撲過去啄。現實就係咁，職場搶功勞噶啦，朋友圈搶現成噶啦，年年有，日日見。你打落嘅江山，佢嚟坐順風車；你修橋鋪路，佢嚟剪彩喎。唉，最激氣嘅呢就係佢仲話唔淨止我嘅，都係靠團隊啦。嗱，大家做人呢要記住，唔怕做苦工，最怕做蠢人。努力可以唔講，但功勞千祈唔好俾人搶啊！咁各位喺工作中有冇遇到呢啲旁邊鶴呢？留言區話我知啦。關注我，送你7天粵語生存指南。